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選取佢代表性嘅文化主題，通過一系列唔同形式嘅學習活動，讓中學生可以親身接觸並且了解中華文化。踏入第二學年，呢項計劃會繼續分為4個唔同層次，例如有互動講座、工作坊、體驗培訓、成果展示，將吸收到嘅中華文化知識學以致用，並且普及至普羅大眾。今次就嚟到位於粉嶺嘅一間中學，學生就參加咗衣香千年漢服穿戴及造型體驗工作坊，一齊嚟睇下今日嘅活動花絮。漢服係指中華民族中漢族嘅傳統衣飾，又稱為華服，有成幾千年嘅歷史㗎喇。喺工作坊裏面就有導師分享一啲關於漢服嘅發展歷程、服裝特色等等。近年掀起漢服熱潮，大家都睇到好多糅合傳統同現代元素嘅時尚漢服，相當之靚啊！所以你睇到好多學生都好踴躍咁試穿。不過穿着漢服，神態舉止都需要含蓄內斂啲，行出嚟咧亦都要端莊穩重。就睇下啲同學可唔可以做到呢一點啦。除咗今次漢服穿戴工作坊之外，嚟緊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將會繼續圍繞美藝、美服、美足3個主題，全面探索中國文化之美。想睇更多活動花絮影片，記得讚好同追蹤我哋嘅社交專頁啦！